各位組員、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各位再次嚟到窺探調查組，我係你哋嘅調查主任阿君。今日呢條片，我哋唔係淨係睇新聞表面，而係更要深挖下的士電子支付強制化背後嘅底層邏輯，同埋最緊要嘅係與各位老友記做一個電子支付平台大比拼，到底邊一個最好呢？2026年4月1號原本應該係香港邁向智慧城市嘅一大步，但點知換嚟嘅竟然係乘客同司機喺後座為咗嗰3%手續費冇休止嘅爭執。當運輸署開綠燈容許平台收取行政費，呢到底係科技進步定係變相加價嘅法律漏洞？第一，平台生死戰，我哋會逐一對比 Dash、Wonder 同八達通。呢部分非常之重要，我會詳細列出各平台嘅收費方案同優缺點。睇完之後，司機就會知道安裝邊一款機最能夠保住利潤，而乘客亦都會明白選用邊種支付方式可以避開嗰3%嘅附加費。呢個唔再係盲目選擇，而係資訊對稱之後嘅理性抉擇。第二，消失嘅灰色地帶，電子支付普及之後，司機最擔心嘅稅務陽光化同數據流行，點樣徹底改變呢一個行業嘅生存法則？第三，行政費嘅定性，我哋會從法律角度解構呢3%係點樣繞過法定車資監管，成為政府默許嘅隱形加價。如果你以為呢只係區區幾塊錢嘅手續費問題，咁就太天真啦。留到影片最後，我會揭示呢一場改革背後一個關乎全港公共交通收費模式轉變嘅關鍵結論。開始之前，如果你都想第一時間收到最理性、最入肉嘅社會調查事件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同埋撳埋個鐘仔啊！咁樣就唔會錯過下條片，免費訂閱㗎。大家嘅每一個 like 同埋分享就係支持阿君繼續查落去嘅動力。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入正題。首先，平台生存戰，三大陣營嘅利益算盤。要理解呢一場爭議，我哋必須先睇清楚目前香港的士收款機市場嘅戰國局面。點解有啲車收3%，有啲車按表收啊？呢個唔係司機心情好壞嘅問題，而係佢哋背後簽署嘅商業契約決定嘅。首先我哋嚟睇目前正係處於風口浪尖嘅 Dash 平台。Dash 係目前市場上唯一一個將3%行政費系統化嘅平台。呢3%係點樣喺標價 on top 嘅基礎上加算嘅？舉個例子啦，如果跳表顯示$100，系統會自動喺最終支付頁面顯示$103啦。呢對於司機嚟講，吸引力在於淨收 net pay。司機可以攞足100%嘅車資，所有嘅信用卡手續費 MDR 全部由乘客買單。此外 Dash 標榜提供真人客服同埋數據補償，甚至會為使用該平台嘅司機提供額外嘅保險折扣。但係代價非常之明顯，司機必須企喺衝突嘅第一線，面對乘客嘅質疑。另一方面 Wonder 平台燒錢換市場嘅隱憂，跟住係目前嘅價格破壞者 Wonder 平台。同 Dash 截然不同 ，Wonder 目前標榜乘客0%行政費，呢個聽起嚟好美好。但各位組員請留意，呢一筆費用並非消失咗，而係由平台暫時墊資。根據我哋嘅內部消息 ，Wonder 目前嘅零收費策略本質上係限時推廣期。平台背後嘅資方為咗喺2026年新例後嘅洗牌期搶佔安裝量，不惜燒錢補償俾銀行。一旦推廣期結束，呢筆高達2%到3%嘅金融成本，必然會揾一方買單，係轉向乘客收費定係轉向司機抽佣？呢個係目前掛喺司機頭上嘅一把利劍。至於八達通同原生 QR Code， 最後係大家最熟悉嘅商用版八達通，同埋其他嘅 QR Code 原生平台，如支付寶、微信。呢啲平台嘅特點係普及率高，對乘客維持0%行政費。但司機面臨嘅係另一個隱形痛點，提現成本預數期 cash flow。雖然八達通宣布喺2026年內豁免司機嘅手續費，但係司機將錢轉返銀行戶口嘅時候，往往要支付0.1%至1%嘅轉賬費。對於好多習慣每日收工現金交租嘅司機嚟講，數期嘅延遲同埋提現嘅零稅收費，其實都喺無形中增加咗營運壓力。而家我哋要進入呢場變革中最敏感，亦都係最少媒體提及嘅地下邏輯：數據流行與稅務透明化。喺過去幾十年嘅香港，的士行業一直係一個高度現金化嘅社會角落。
司機每日攞住現金交租、入氣食飯，剩低嘅就係自己嘅淨利潤。呢本糊塗賬讓的士司機長期游離喺稅務監管嘅邊緣。對於大多數司機嚟講，只要唔主動申報，稅務局好難掌握佢嘅真實收入。但係2026年4月1號，一切都變咗。當法律強制要求每一部的士必須提供至少2款電子支付方式，呢個唔單止係為咗方便乘客，呢個更加係一場針對的士行業嘅稅務陽光化工程。無論你使用邊款收款機，每一筆交易、每一個車次、每一分收入，喺後台系統裏邊都係白紙黑字。對於司機嚟講，電子支付普及帶嚟嘅最大衝擊唔係嗰3%嘅手續費，而係數據流行。一旦稅務局透過大數據比對，掌握咗全港司機嘅平均營業額，嗰啲原本免稅嘅收入將無所遁形。部分司機之所以堅持收取3%嘅行政費，除咗補償手續費之外，心理上更多嘅係一種對未來潛在稅務支出利得稅嘅預先補償。呢個就係點解好多資深司機對電子支付抱有敵意嘅原因啊！呢個唔係科技恐懼，而係對生存空間被縮減嘅真實恐懼。我哋再嚟睇下法律層面，目前最荒謬嘅現象係運輸署一方面強調司機不得濫收車資，另一方面卻對3%嘅行政費擘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據道路交通規例，的士車資必須嚴格按照表期顯示，但而家支付平台透過第三方營運商嘅身份，將呢筆3%定義為附加服務費。運輸署嘅定性非常取巧，只要司機有張貼告示，俾乘客喺俾錢前知情，就唔算違法。呢個係一個極其危險嘅先例。如果今日第三方平台可以收3%行政費，咁聽日會唔會有平台收5%網絡維護費或者10%預約日價費？政府喺強制立法嘅同時，冇統一電子支付嘅手續費標準，亦都冇將其納入法定價格監管。呢種行政冷靜，本質上係將智慧城市轉型嘅成本甩俾咗市民同司機去互相廝殺。為咗深入分析，我哋窺探調查組橫向對比咗其他大城市嘅做法。喺新加坡，大型的士公司如 ComfortDelGro 早已經全面普及電子支付，且乘客無需支付任何附加費，因為手續費已經由司機同平台喺內部合約中消化。喺內地，微信同支付寶嘅普及更加係做到咗零成本交易。點解香港做唔到？核心原因在於金融基建嘅碎片化。香港嘅支付市場由多家私人公司割據，每家公司都要利潤，而政府又唔願意好似新加坡或者內地政府咁，將電子支付視為公共基建嚟進行補貼或者統一結算。結果就係香港嘅電子支付變成咗一門收路費嘅生意，而乘客就係嗰個被裸露收錢嘅人。除咗錢，仲有數據安全。大家有冇諗過，當你使用 Dash 或者 Wonder 支付嘅時候，平台唔單止掌握咗你嘅錢，更掌握咗你嘅行蹤，你幾點從邊度上車，幾點到邊度落車。喺2026年，數據就係金礦。呢啲第三方平台喺收集你嘅行蹤數據之後，會點樣處理？會唔會被用作商業畫像，甚至轉賣俾廣告商或者保險公司？目前香港嘅私隱條例喺處理的士支付數據方面嘅監管依然模糊。乘客喺數碼支付嘅嗰一刻，其實喺無形中交出咗自己嘅行蹤私隱。呢一筆隱形成本遠比個3%嘅行政費更難以估量。嚟到呢度，到底阿君點睇呢？我認為呢場3%嘅風波係香港智慧城市轉型中一次極其失敗嘅示範。首先，政府喺推動強制化嘅時候，明顯缺乏對商業成本嘅預判。如果你強制一個行業必須使用某種基建啊，你就有義務提供低廉甚至係免費嘅基礎設施啦。但係喺香港，我哋睇到嘅係政府淨係立法，卻放任商業平台喺缺乏競爭監督嘅情況下自定收費標準。其次咧，對於司機嚟講，我建議大家唔好淨係睇眼前嘅3%，你哋更加應該關注嘅係合約中嘅數據所有權。你嘅營業數據會被點樣使用啊？會唔會被轉賣俾金融機構作為信用評估？喺電子支付嘅時代，你嘅數據可能比你嘅車資更加值錢啊！對於乘客，我嘅建議好簡單，用腳投票。遇到加收3%嘅車，如果你感到唔合理，下次請優先選擇標明按表收費嘅車輛。市場嘅壓力永遠比投訴更有力。
我大膽預測到2026年底，隨住各大平台嘅推廣期結束，政府將會被迫介入㗎。屆時可能會出現一個由政府主導或者由多間銀行聯手嘅公共交通專用低費率支付清算平台。唯有打破目前商業平台嘅割據，先至能夠真正解決呢3%嘅對立。最後為大家整理總結一個精明指南，就正如大家所見影片中嘅資料卡，大家有需要可以暫停段片睇一睇，呢一場關於3%嘅博弈遠未結束。佢背後反映嘅係香港喺數位化轉型中，法律、商業與民生之間嘅劇烈摩擦。我哋窺探調查組會持續追蹤呢場支付革命嘅後續發展。最後，大家聽到呢度，相信對呢件事都有自己嘅睇法。阿君相信喺自由嘅社會，每一個人嘅聲音亦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非常期待大家喺留言區留低你哋嘅見解。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分享俾朋友，大家嘅互動係對我最大嘅鼓勵。我係調查主任阿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